个 H2O function 其实是什么作用呢？ H2O function 呢是很简单，也是一样 press 这个 H2O，然后你 start，它可以做什么东西呢？你可以拿来粘连，所以粘是当你是做tops，你可以放着这个棉花，好的，你可以捂着了过后呢，可以拿来洗脸，它是否粘不同的东西，你去处理的 bacteria。另外呢，你可以用的是你是捂上了过后，捂上了过后，好，这边你可以拿来压的，可以拿来洗，强调意思，你是你是经常是有 bacteria 的从另外一个呢是可以拿来做鱼缸。H2O 的鱼缸是细菌的，这细菌就真的要死了，所以就把这个东西一直按3分钟，整天，放3分钟哦，3分钟后34个鱼，然后可以就，把你回生的那个水变成流水，然后呢，有些人是用海水是拿来喝的，补充水呢也是可以的，就是不补充是那就领导，所以那些水你可以一样拿来补充，然后10分钟后就是洗chân水，between 20分钟呢就是补充水，补充水就那个，上面带的是尖锐。可以用来洗头啊、脸啊。所以是一样 H2O 的方式，你可以用来洗头，但是带的是什么？我是做火山黑wash，因为以前人家头皮是因为是比较白贴的引起的，所以你可以本身那个是一个小拿把你拿来穿。第二个呢，你可以做的是因为是不是敏感，就因为白贴的引起的话，你可以捂霜过后，然后你放在一个 spray， 你就 spray 个什么 spray 你知道 spray 其实是它可以那个引起的。然后那些eczema的那些病人啊，中国 eczema 一样，你可以 spray， 它不可以说 heal， 可是它可以 relieve 你的心症怎么样？有些伤口还可以增强，有些你长痒啊，可是你的脚是痒啊，你可以这种，这种就是去除你的细菌、你痒啊，然后你的味道啊，还有你细菌。